总理办人在推广认识南机场同客家嘅关系，韩国当地里长用来请资源来建立社区照护庙。今年我继续关心嘅系南机场嘅都市建设。南机场国策系台北市庆左右，更加清楚嘅国策系台北市政府倾向爱做公办都市建设呢。大多数居民如望论大帮都市建设，旧社区会个有发展。唔过市政府托嘅中医国手来做中基出策，只知道中医国手可能会本人裁编许多，家长同菜地里面如果反对，更加按算6月底以前会调查好势，会一度为中基屋能滥用，能来接听中医国手会采样目，能为公判都市建设能摆嘅权利变换，更加嘅一平换呢到一度平多，眼思路还唔低。南机场国策的都市建设会做到顺顺利利，拍过眼门。对面那个就原来就这样子了，它没有改建出来啊。对面那3间没有改建出来啊。各阿婆其他自家碌卡加搭嘅用台行，只能对面无违法加起嘅准错误。上海讲出南机场国策本单内容嘅，因为评述暗示，但是唔拉使用，出乎上座嘅向外加起违建。8世纪前嘅头一批国策用西式建筑工法来起，是冇为比天现转台牌。头一摆看到嘅储水马桶，水天都有，做得讲系结合为最新最现代化为物嘅。啊，这里炒菜，啊，在这里切菜，这里洗菜。不过这是以前台北市最先进的厕所哈。对啊，第一期国仔。78歲個阿婆睇下只嘅迄個42年，對北強喺度埋下個表打通，也將順利同意強下去。細細嘅空間度各有神法的回憶，別項還留能順利從細到大嘅成長評價。從小我帶的啊。台北市政府頭一批嘅公辦圖件，先睇南機場國策，個阿婆個贊成，因為想愛本後代子孫有韓國好嘅基礎環境。那個後面巷子比較髒啊，這個蓋出來也你看不整齊呀、啊，好像鳥籠，不好看。你看你有沒有照？對呀、就這樣啊，都更比較乾淨啊。現在貓也多啦，老鼠也多啦，蟑螂也多啦。民國52年蓋的房子到現在已經超過50年了，那這些房子需不需要都更？需要。那有政府的力量進來，因為它的房子只有8坪、10坪、12坪大的房子，那土地持份也少，一般的建商密度又高，將近1500多戶。我這個里如果加上2期，加起來2000多戶，密度這麼高的一個那個住宅，建商會沒有利潤，也不願意，因為太複雜了。只有透過公辦都更。南機場國策附屬到弱勢居民未到，冇公辦都更，更怕冇辦法推動。但是居民望等都市建設，安尼南機場會有新的發展。我台北市政府提出用中醫國小做中醫屋嘅基地，本單嘅出戶做臨時嘅路卡，安尼有漸漸嘅200個學生嘅中醫國小面臨非高，引起居民嘅反彈。保中立，在地好。目前節前中醫國小8個位學生嘅同家長發起遊行。邊等學校肯定調好，希望做得保護從黑沙區目前的學校。我覺得中醫國小根本就不用被告啊！為什麼呢？招請你的人一大堆的都在讀中醫國小。新年嘅企上台太上講等反對非告，加上抗議逼到杜建非告唔顧學生嘅權益，根本就係牛皮唔欠求牛米。我是覺得還是不要會校了。因為小朋友在這邊哦，就是環境什麼都很習慣。如果併到別的學校啊，這個是蠻擔憂的一個問題。如果就是因為接送的問題啊，真的就很不知道要怎麼辦啦。當然專門都廢校，哎呀，變成五馬分屍啊，變成部分433，係嘛？啊你個都個希望，希來年輕咩會較多啊？哦，啊會較多要冇學校，算係咩唔搶啊？
提出编扣版本的梦想學校方案，透過中基註冊、學校新教沙、社區福利設施整體強化來做，安尼對大家都好。这是中基住宅，里面有0到12岁的教育，对不对？照网络，我们从这个地方有公共的托婴。 我们有到幼幼班、幼稚园到小学。中评里里长方浩生強調支持公辦杜建，我本萬未來杜建權利變換，一平做台灣規一道平還冇講好勢，中基屋嘅需求數量還唔清楚，似乎就講愛飛高去中基屋。真正需要多少量沒有調查出來，只是把一個中醫國小廢掉了，然後蓋成500戶的中基宅。 我們是認為市政府只想為了蓋社會住宅而社會住宅，市政府只有4個字公辦都更，加上廢學校而已，這樣沒了。所有的里民都在問，一直問，就是說我們到底能夠分幾坪，我到底要負擔多少錢，沒有人告訴我們。 嘉市政府正提進行中基註冊需求調查，係講需求量喺200戶以下，中醫國小屯中基屋就會強下流等；係講超過200戶以上，中醫國小就會並購，按上6月底前完成調查。學校的並校應該是方向之一啦，但是幼稚園一定是會留下來。那中基住宅是屬於整個南機場公寓未來要使用的，所以我認為。 這整個的議題一定是中醫國小的並校，以及中醫國小成為中基住宅的數量，以及南機場整體的都市更新，成為公共住宅，以及照顧到現有住在南機場的公寓的住戶們。公辦都更在台北甚至整個全國都是一個首創的政策。 所以，作為一個新的政策上，的確有很多制度上的細節，其實還有待規劃。那第二件事還是回到都更這個本質。那你可以想象南機場，所以它另外一個面對的困難是，它的戶數真的很多，它將近有2000戶，所以這麼龐大的一個溝通工程，我覺得這是第二個挑戰。 台北市長柯文哲推動公辦都建，提出1.357計劃，1年內完成都市計劃變更韓國通過，第3年中基屋完工，第5年發通都建具體改建，第7年中基註冊會轉做社會註冊，安尼台北城市為韓國合適人來合。我全國頭一擺提出的公辦都建政策，詳細按樣的做，又按樣的難為合法咯。台北市政府也下面捐口本嚟點定個好吧，建造建看，最老嘅南機場國策，經過公辦都建會有成功網絡，居民望希望要增加速度，物嘅上開。